喂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有個朋友咧喺深圳做跨境貿易㗎，咁咧佢聽到香港稅低咧，就嚟香港開公司啦。結果咧收到內地稅局嘅通知，話佢有海外收入可能要補稅喎。佢成個人都呆晒喎，因為佢明明喺香港開公司，咁點解海外賺嘅錢又要俾內地機關查咧？係啊，咁啊，佢好可能咧就踩到香港同埋內地咧一條紅線啦。咁啊，地域來源嘅原則啦，就公司喺香港或者收入喺海外，使唔使交稅呢個問題啊？咁啊，此外咧就香港係低稅啦，但係都唔係冇稅嘅。咁你要識得啲規則咧，咁低稅咧，否則咧就會變成一個高風險㗎啦。大家咧都成日講香港低稅啦，咁到底低喺邊度咧？因為咧香港淨係會收源自於香港本地嘅收入先徵稅嘅，呢個叫做地域來源嘅原則。咁唔係你睇你邊度註冊公司啊，咁而係睇你利潤喺邊度產生嘅。咁點樣判斷利潤來源地咧？咁呢點有啲難度㗎啦。其實咧香港稅務條例咧都冇咩好清晰嘅，都有公式，但係靠呢個判例啦，同埋稅局嘅國際組織啦，咁呢啲發出嘅一啲指引嘅。例如咧一間香港公司，如果採購銷售合同等等咧喺海外傾嘅，咁海外簽嘅貨都唔經過香港嘅，咁嗰個利潤咧就可能認定為咧非香港來源嘅，就唔係交香港稅㗎啦。所以公司喺香港就唔等於利潤喺香港㗎嘞噃。係啦，咁呢個好多人好容易誤解嘅地方嚟嘅。咁香港咧有3大核心嘅稅種啦，不如你講下。係啦，如果係香港嘅收入，香港稅咧，首先香港有利得稅啦，企業嘅利潤標準稅率16.5%或者減半嘅8.25%啦，薪俸稅、人工收入咁咧就最高17%。咁物業稅即係租物業賣物業咁稅率15%，咁仲有啲印花稅差餉商業登記等等呢啲應課嘅稅品嘅稅率咁啦。最緊要係咧，香港係冇增值稅、冇銷售稅、冇遺產稅啊嘛。咁點解我內地嗰個朋友會俾佢查到海外嘅收入嘅咧？因為咧呢個就係中國內地嘅稅局咧，懷疑佢呢啲海外交易咧，其實咧就係大部分喺內地完成啦，又或者佢本身咧係一個內地嘅稅務居民。合同咧雖然喺海外簽，但係可能即係談判譬如喺中國內地啦，或者我哋而家個 case 嘅喺香港啦，咁咧就核心決策喺香港做，公司管理層咧喺香港辦公，呢啲可能會被認為香港嘅收入來源係要交香港嘅稅啦。各地嘅稅局咧睇咧都係睇實質，唔係淨係睇形式嘅。根據全球最低稅率約定咧，香港嘅15%咧都真係已經算最低㗎啦。咁內地人或者內地嘅企業嚟到香港有咩要注意咧？幾大風險啦！留意咧就係一個轉讓對定價嘅唔合規啊！咁關於咧交易嘅符合要獨立啦，交易嘅 OECD 嘅原則啦，如果唔係咧就會被調整嘅。常設機構嘅風險啦，即使喺香港冇公司但係如果活動經常喺香港咧，都要交香港稅嘅。留意唔好誤判呢個利潤嘅來源啦。最常見就係呢啲會引起呢個補稅嘅。只要業務嘅方向方面啦，香港嘅稅咧優惠非常吸引啦。比如咧單一辦公室呢啲都可以咧係成為一個免稅嘅情況啦。一家內地嘅製造商喺香港設立子公司，海外銷售合同喺香港簽，貨喺內地直接交，售後喺香港內地做。稅局有都可能認為咧，香港子公司咧就唔係只係合同嘅簽署者。核心利潤發生咧就都唔係喺香港，所以又未必係交香港稅嘅。所以你喺談判客戶維護訂單管理各方面喺邊度處理咧，亦都會引起唔同嘅結果嘅。當然啦。希望如果交香港稅，香港平啲啊嘛。咁香港嘅稅制咧，低稅嘅背後咧，其實有一套普通法嘅案例支持嘅。個邏輯就係低稅唔等於冇稅，亦都唔等於寬鬆。真正能夠享受低稅嘅情況咧，就要有實質嘅企業規劃。建議咧，所有嘅朋友了解多啲，要辦理 CLS FATCA 嘅安排。當然最緊要係揾下律師傾下啦。歡迎留言，有需要私聊我哋啊。